重要，財富越是減少，活在困憂，無論得多少都不夠。難道這方式是我想擁有？主曾說這飛鳥不需收穫，我也是把它養活，那百合也在天間不需工作，主還要把一切這般裝飾試問，這生怎可困憂？是我磨練未夠。好啦，各位買嘢買到差唔多嘅時候咧，覺得有少少內急，去邊度啊？廁所喺邊啦？就係呢一度啦，洗手間就喺度啦。最好咧就帶埋你嘅丈夫啊、太太啊，以顯示佢有幾咁愛你，喺度等你啊嘛。等你嘅時候最好做咩咧？就係聽下我哋嘅歌舞表演，仲有免費抽獎啊！等人去洗手間有免費抽獎，仲有歌舞表演，喺邊度揾啊？呢度就有啦！天主教華人中文電台愛的信息 Cross Radio。這刻是沒心困憂，全是因多少都足夠，全靠你引領着我，讓我隨着你走。主曾說不需要這麼憂慮，要去令這生快樂，要努力去尋遇得天主的國，令我一起像個因苦楚在門，這我深感困憂，就算笑或自由。大家有冇聽自擊新歌啊 ？AM140嘅自擊新歌 ，Bosco 喺度為大家推介今個禮拜嘅自擊新歌。今個禮拜自擊新歌係咩啊？樂在生命中。這飛鳥不需收穫，我也是把它養活。那百合也在天間不需工作，主還要把一切這般裝飾試問，這生怎可困憂？是我磨練未夠。主曾說不需要這麼憂慮，要去令這生快樂，要努力去尋依得天主的國，請和我一起唱歌，因苦楚在門，這我深感困憂，就算是或自由。聽到我哋咧聲都已經講到沙晒啦，唱歌啲都已經沙晒啦。呢個時候係咪應該俾啲熱烈嘅掌聲？我哋呢個星島中文電台 AM140愛的信息嘅天主教華人中文節目咧。